妍希，你真的很棒，真的。有没有什么话要对哥哥说？妍希，妈妈真的很替你感到骄傲，然后希望你再回来的路程一切平安顺利。然后妈妈已经准备好你最爱的炖猪脚，还有鸡汤。等到你一回到家，我看到你第一眼，我就会立刻给你一个非常大的拥抱，然后立刻把那个炖得很烂的猪脚塞进你嘴里。我只是想跟你说。妍希，你真的很棒，真的。有没有什么话要对哥哥说？有没有什么话要对哥哥说？什么爆炸头那个人？他是你哥 ，OK？ 有没有要跟他说辛苦啦？我没有拍到你的脸，你放心。你在那个外面太久了，那两个人都不礼貌，他们还是很想念你的。OK， 你是我们家里最棒的大哥哥。我觉得会不会有点变态啊？你妈根本没化妆，就这么漂亮。嗨，大家好。这刚过50大寿的黄少祺日前在脸书透露，去诊所打了 AZ 疫苗，随完附上了现场实况照。某，自我露半边身，50岁还能有这样的身材，也太厉害了吧！难怪诊所的护理师们1、2、3、4都来跟师奶杀手少祺哥合照。有没有看到腰有这么养眼的大胸肌和6块腹肌，靠的就是勤健身和运动啦。话说接种疫苗，结果让网友大歪楼的，除了黄少祺外，还有闪灵乐团的主唱、现任无党籍立委 Freddie 林长佐。根本没有人在意他打疫苗，都马在看他的6块大鸡鸡。这国内养眼照太少，来，小编整理欧美政坛的接种猛男秀，让你们一次看个够。谢谢以上政治人物为大家示范施打疫苗的标准范例，这演艺圈重男星们下次施打疫苗时知道该怎么做了吼。